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颖燕牧师。4月15日，经上的话应验了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读士师记10章1到5节。RPG 的金句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我渴了。应验，什么样的事情被称为是可靠的预言，是可应验的呢？可能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吧，就是所预言的事情是要事前预告大家吧，而且要说明这个事情它的深度必须远超过大家能预期的哦。这个也要说明事情绝不含糊，它的主题、它的细节是如何。那么还有吗？预言说出来之后，必须要隔多久的时间，好证明并不是有人是努力在促成的吗？那么所预言的事情必须应验的清楚明显而不含糊呢？有吗？有。这个世纪几千年来，好几个世纪以来，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的这个事情已经应验，就是我们今天耶稣受难日，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。那么跟我们今天要读的士师记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就来看士师记第10章，一开始我们就要讲到亚比米勒以后，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妥拉兴起，拯救以色列人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。妥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，葬在沙密。在他以后，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。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，他们有33座城邑，叫做哈维特雅尔，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。雅尔死了，就葬在迦门。人都会死了。在这里短短的5节，讲了2个士师。一个士师只讲了2节，雅尔讲了3节。或许我们可以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有趣一点的来观察，好像我们看到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这个妥拉，他只有2节，但我们其实从他的这个背景所在的地方，以撒家人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，被在夹缝中里面，但神也兴起士师在这当中，但他最后还是死了。另外再兴起雅尔，好像看起来有3节，而且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13匹驴驹。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候的社会的背景，这样的描述其实是代表着这个士师可是一个贵族哦，他的财富是非常的多，非常的丰盛的。而最后还是讲到雅尔死了，就葬在迦门。我们看到士师这10章，第10章，我们知道亚比米勒死了之后呢，这所兴起的这2个士师，在以色列人当中算是平平稳稳哦，好像看起来以色列人没有走迷哈。当然在这些记述当中，我们好像也没看到他们有什么大的这个苏醒，就平平淡淡的过了。
当然我们可以知道，平淡并不等于没有难处哦，因为我们可以发现，在这2个士师的期间，那个结果记录下来呢，我们发现竟然没有写国中太平有多少年哦。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啊，在他们平淡的日子里，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心意呢？我想不是在这个5节里面，而是他们有没有在后来有什么影响力吗？我想先预告一下，明天啊，第6节我们就知道，在平淡当中，他们不是没有困难，而在平淡当中，当然也会引发属灵的危机呀。我们如果想到启示录有讲，主说你们也不冷也不热，主要说我要把你们吐出来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特别是今天来到了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，我们或许会说，哎，我是很平凡的人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得罪神啊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就这样啊，这个受难日好像感觉就这样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正好在我们平淡日子里，我们一跟主耶稣基督一起经历那十字架上耶稣所经历的。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安静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看这位为了拯救我们的主，他所受的苦，他受尽了所有的背叛、侮辱、责打，甚至在十字架上他付出他的生命，原来不应该他死的，但却为我们死。我们感受到吗？耶稣被钉十字架过程延续了6个小时，记录在十字架上所说的7句话，也就是人家说的十架7言，好不好？我们也用今天，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生命，我们透过耶稣十字架上受难的事，我们再一次来思想。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赦免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竟然已经得罪神。接续耶稣也对那个强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神的拯救临到愿意相信他的人。耶稣他也有怜悯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。救主耶稣关怀关心周围的每个人，然后他把注意力放在天上，转向他最终的任务，最后4句话：以利以利，
拉玛撒玛各达巴，就是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等一切都就绪了，他说到今天我们的金句说，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完成的时候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把灵魂交付上帝了。最后，耶稣大声喊叫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透过基督为你我受死，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听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来思想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你我看到什么？听见了什么？感受什么？闻到了什么呢？这一切对你我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好不好？让圣灵今天透过基督为你我受死，听见他对你我说的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为我们而死。我们常常忘记，因为我们在那平淡的生活里，我们就忘记你。谢谢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，主，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罪把你送上十字架。我们在十字架里，主，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救赎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仰望你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。愿在十字架上的你，使我们真知道你的话都应验了，也成了。谢谢你救赎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活出被主救赎的新生命。我们明天见。